嘉义县政府辅导在地养殖业者甲加工业者来申请最佳水产养殖规范 BAP 的国际验证。目前全台湾敢若9间业者申请通过，其中嘉义县就占6间去啊。徛伫会柜头前来翕相，5间养殖业者甲1间加工业者，因为通过水产养殖的 BAP 国际验证，准备要甲百活动啊，叮当5过200片卖去加拿大。我们希望这些认证呢，可以来加强，让渔民的鱼呢更好可以销到国外去。BAP 的认证现在目前就是跟所谓的加工厂这一边通路商那合作，那也可以提前获取订单，预知今年要放养的一个放养量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 ，BAP 国际验证为食品安全、社会责任、环境保护甲动物健康福利拢有要求，是国际知名的水产品验证。今麦有养殖户甲加工业者通过验证，相信唔但会提升在地养殖环境，嘛增加国际市场对台湾养殖产品的信心。BAP 的国际验证总共有180几项的关卡，那每个关卡稽核员都会仔细的审核。那当然会有一些缺点，那我们就努力改进。然后一次就把它完成。就水产贸易的这个方向来看哈，因为台湾的水产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基地，他们也希望经由这样的一个认验证拿到世界这样的一个门票。嘉义县的水产一年产量超过5万吨，产值大约45亿，规模排全国第2。业者讲，这届计共101吨的冷冻鱼片准备出货，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侪养殖户加入，带动嘉义县水产外销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